您每天早上空腹吃的降压药，其实正在悄悄害您。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吓人，但请您务必听。我说完，我行医超过30年，看过太多因为吃错时间而导致血压控制不良，最后引发中风、心肌梗塞的病人。根据台湾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超过70%的高血压患者都在用错误的时间服药。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情况。很多人以为只要按时吃药就好了，但您知道吗？如果吃药的时间不对，药效可能会减少30%到40%。想象一下，您以为自己吃了5毫克的药，但身体实际上只吸收到3毫克，这样的结果就是血压控制不稳定，长期下来，血管壁不断受到高压冲击，就像一条水管长期承受过大的水压，总有一天会爆裂。为什么越吃血压越高？为什么明明每天都有吃药，血压却还是忽高忽低？答案可能就在您选择的服药时间上。请至少听到最后，如果您中途离开，很可能会错过能救您一生的关键资讯。订阅呼吁，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这样您就能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帮助，请输入数字0。也欢迎您留言告诉我，您是从哪里观看这支影片的。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我完全理解，很多人习惯早上起床就吃降压药，这是几10年来的习惯。在台湾，我们的长辈们都是这样被教导的：早上起床、刷牙、洗脸，然后空腹吃药。这个习惯看起来很合理，也很方便记忆。毕竟早晨是一天的开始，把吃药当成晨间例行公事，似乎不容易忘记。而且很多医师在开药时也会说1天1次，早上服用，但很少有人会仔细解释什么要早上吃，更少人会告诉您是否应该空腹还是饭后。这并不是您的错，也不是医师的疏忽，而是在繁忙的门诊中，很多细节往往来不及详细说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药物说明书上通常只会写每日1次，却不会明确标示最佳的服用时间点，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凭着习惯、凭着方便来决定什么时候吃药。如果家里的长辈说早上空腹吃最好，我们就跟着这样做。但是现在我必须告诉您一个重要的事实，不是您的错，是没有人真正告诉您正确的方式。而今天我要把这个正确的方式完整的分享给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5年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如果降压药服用的时间不正确，药物的实际效果会减少23%，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想象一下，您每个月花钱买药，每天认真服用，但有将近1/4的药效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为什么会这样？让我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当您早上空腹吃降压药时，药物会很快进入胃部，但这时候您的消化系统还没有完全苏醒，分泌的消化酶不足，药物的吸收效率自然就会降低。更重要的是，早晨是人体交感神经最活跃的时候，血压本来就会自然上升。这就像在捷运尖峰时段的血管里，到处都是拥挤的血流，药物要发挥作用会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大部分的降压药需要大约3到4个小时才能达到血液中的最高浓度。如果您早上6点空腹吃药，那么药效高峰大概会出现在9点到10点之间，但问题是，您的血压高峰可能在早上4点到6点之间就已经开始了。等药物浓度达到高峰时，您的血压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这就像把消防车叫到，火都烧完了才到，
根本来不及扑灭火势。让我用一个更简单的比喻来说明。假设您家里有一个会定时漏水的水龙头，每天早上4点到6点之间漏得最严重。如果您等到早上6点才拿盆子去接水，那么在4点到6点这段时间，水早就流，得到处都是了。降压药也是一样的道理，您需要在血压开始上升之前，就让药物准备好，而不是等血压已经升高了才开始用药。人体有自己的生理时钟，医学上称为昼夜节律。这个生理时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心跳、荷尔蒙分泌，甚至是药物的吸收和代谢。如果我们忽视这个自然规律，硬要在不对的时间吃药，就等于是在跟自己的身体对抗。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您有没有吃药，而在于您是不是在对的时间吃药。而要知道什么是对的时间，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血压的2个高峰期。这2个高峰期是导致大部分心血管意外的元凶。接下来我会详细为您说明。在224年，台大医院发表了一项针对台湾本地高血压患者的大规模研究。这个研究追踪了超过5000名病人，长达3年的时间。结果发现，人体的血压在一天当中有2个明显的高峰期，而这2个高峰期就像2座高山，一座在日出前，一座在傍晚前。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凌晨4点到早上10点之间。这段时间，您的身体正在从睡眠状态转换到清醒状态，交感神经开始活跃，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自然就会上升。这是人体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天活动所做的准备。但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个准备过程可能会让血压升得太高，超过安全范围。第2个高峰期则出现在下午4点到晚上8点之间。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和活动，身体累积了疲劳和压力，血压又会再次上升。特别是在台湾，很多人这个时段还在加班或处理家务，压力更大，血压的上升幅度也会更明显。根据这项研究的统计，台湾地区发生的中风案例中，有超过70%都是在这2个血压高峰期发生的。想象一下，如果您的血管就像一条老旧的水管，每天要承受2次高压冲击，长期下来，怎么可能不出问题？相对于这2个高峰期，血压的低谷期主要出现在深夜到凌晨这一段时间。当您进入深度睡眠时，身体进入休息和修复模式，副交感神经开始主导，心跳变慢，血管放松，血压自然降低。这是身体给自己的修复时间，也是血管得以休息的珍贵时刻。健康的血压模式应该是像山谷和高山交替出现，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但如果您的用药时间不对，就可能会打乱这个自然的节奏。比如说，如果您在早上血压已经开始下降的时候才吃药，那么药效发挥的时候，可能正好是血压本来就比较低的时段，这样不但浪费了药效，还可能让血压降得太低，导致头晕、无力等副作用。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把服药时间安排在血压高峰期即将到来之前，让药物提前进入体内，等到血压开始上升的时候，药效正好达到高峰，这样就能有效地控制血压，避免危险的血压波动。这就像安排一天的行程一样，如果用对时间，您的血压就像被安排好的一日行程，每个时段都在掌控之中，不会出现失控的情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果长期在错误的时间服用降压药，会带来哪些实际的后果？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和最新的研究报告，主要有3个严重的后果。第一，药效减少30%到40%，这意味着您花的钱、您的努力有将近一半都白费了。
更严重的是，因为药效不足，您的血压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长期处于偏高的状态，血管壁持续受损，动脉硬化的速度会加快。第二，药物吸收率降低，特别是在空腹状态下服用某些降压药，吸收率可能会降低39%。您以为吃了5毫克，其实身体只收到3毫克，剩下的2毫克要么被浪费掉，要么在不对的时间被吸收，反而可能造成血压的不稳定波动。第三，也是最危险的一点，用药时机与血压高峰期错开。这就像您明明知道敌人会在早上4点攻击，却在早上8点才派出防守部队等您的药物发挥作用时，血压高峰期已经过去，该保护的时候没保护到，血管已经受伤了。而在不需要强力降压的时候，药效反而太强，可能导致血压过低。让我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林伯雄先生今年68岁，住在新竹。他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患有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他一直很听话地，每天早上6点起床后空腹吃药，从来不敢漏掉一次。但是他的血压控制得并不理想，缩压经常在140到150之间波动，有时候甚至会飙到160。林先生很困惑，为什么自己这么认真吃药，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药物对他没有效果，想要换别的药试试看。后来他来到我的诊间，我仔细询问了他的用药习惯后，发现问题就出在服药时间上。我建议他把服药时间改到晚上睡前，并且要在吃完晚餐至少2个小时之后。起初他很担心，怕这样改会不会有问题，但我告诉他，我们先试2个星期，每天早晚都要量血压做记录。结果2个星期后，林先生回诊时非常惊讶，他的血压稳定在120到130之间，而且波动幅度变小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有时候不是药不好，而是用的方法不对。现在我要跟您介绍一个可能您从来没听过，但非常重要的医学概念，叫做时间药理学，英文是 chronopharmacology。这是近年来医学界非常重视的一个新兴领域，专门研究药物在不同时间服用时效果会有什么差异。简单来说，我们的身体不是一台24小时运作模式都一样的机器，而是会随着时间变化的生命体。早上的您和晚上的您在生理状态上是不一样的。您的肝脏在早上代谢药物的速度跟晚上是不同的。您的肾脏在白天排泄药物的效率跟夜间也有差别。就连您的胃肠道吸收药物的能力都会受到生理时钟的影响。台北荣民总医院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结果：同样的降压药，同样的剂量，只是把服药时间从早上改到晚上，就能让血压达标率提高35%。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1/3原本血压控制不好的病人，只要改变吃药时间，就能把血压控制好。不需要增加药量，也不需要换药。您可能会问，为什么时间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让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人体内有一个主时钟，位于大脑的下视丘，它会根据光线的变化来调节我们的生理节奏。除了这个主时钟，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其实都有自己的小时钟，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血管等等。这些小时钟会影响器官的活动强度。比如说，您的肝脏在晚上11点到凌晨3点之间最活跃，这时候它代谢药物的能力最强。您的肾脏则是在早上到中午这一段时间工作效率最高。如果您能配合这些器官的工作节奏来服药，药物就能被更有效的吸收、代谢和利用。
作为一位行医超过30年的医师，我看过太多病人因为用药时间不对而吃了很多苦头。但我也看到，当病人愿意配合生理时，中调整用药时间后，病情改善的速度往往超乎想象。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原则：每一种药都有最适合的时间。接下来我会详细告诉您，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应该在什么时间服用。降压药主要分为4大类，每一类都有它最适合的服用时间。如果您能记住这4类药和4个时间，就能大大提升您的血压控制效果。第一类，普利类 ACEI 和沙坦类 ARB 药物。这类药物的名称通常以普利或沙坦结尾，比如伊那普利、协沙坦等等。这类药物的最佳服用时间是睡前，为什么呢？因为这类药物主要是通过抑制一个叫做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机制来降低血压，而这个系统在半夜到清晨这段时间最活跃，大约是从0点到早上8点。如果您在睡前服用这类药物，药物会在您睡眠期间慢慢被吸收，等到凌晨血压开始上升的时候，药效正好达到高峰，就能有效地控制住早晨的血压高峰期。让我跟您分享一个真实案例。高美华女士今年72岁，住在台中，她服用的是协沙坦。以前她都是早上吃，但血压一直控制得不太理想，早上量血压经常超过140。后来我建议她改成睡前吃，并且要在睡前至少30分钟服用，好让药物有时间开始吸收。改变时间后的第1个星期，她的早晨血压就降到了130以下，持续2个月后，稳定在120左右。她告诉我，她整个人感觉轻松多了，早上起床也不会再头晕了。第2类，地平类药物，钙离子通道阻滞剂。这类药物的名称通常以地平结尾，比如氨氯地平、硝苯地平等这类药物的最佳服用时间是早餐后。注意，不是空腹，而是吃完早餐之后。为什么要饭后吃呢？因为这类药物如果空腹服用，吸收率会大幅降低，而且容易引起胃部不适。饭后服用可以让药物和食物一起慢慢被吸收，减少胃肠道的刺激，同时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要搭车，您得等到车子真的开了，才能准时到达目的地。如果车子还没发动，您就想上车，反而会耽误时间。地平类药物也是一样，需要有食物的帮助才能顺利发挥作用。第3类，贝塔受体阻滞剂。这类药物的名称通常以洛尔结尾，比如美托洛尔、比索洛尔等。这类药物的最佳服用时间也是睡前。贝塔受体阻滞剂主要是通过降低心率和心脏收缩力来降低血压。如果在白天服用，很多人会感到疲倦、无力，影响日常活动。但如果在睡前服用，这些副作用就会在睡眠期间出现，不会影响到白天的生活品质，而且药物在夜间发挥作用，正好可以控制住清晨的血压上升。第4类，利尿剂。这一类药物的最佳服用时间是早上，最好是早餐后，原因很简单，利尿剂会增加排尿次数。如果晚上吃，整个夜晚都要起来上厕所，不但影响睡眠品质，频繁起夜，还可能导致跌倒受伤。而且睡眠不好本身也会让血压升高，所以早上服用利尿剂，让药物在白天发挥作用，晚上就能安心睡觉，不会被尿液打断。现在让我为您总结一下这4类药物的服用时间，这样您就能更清楚地记住4类药4个时间：
普利类、沙坦类睡前服用，异平类早餐后服用，贝塔受体阻制剂睡前服用，利尿剂早上服用。我知道这些资讯可能一下子不太容易记住，所以我建议您可以把这个简单的表格记下来，或者拍照保存。更重要的是，您要知道自己正在服用的是哪一类降压药。如果您不确定，可以看看药盒上的名称，或者直接询问您的医师或药师。但是我必须特别提醒您，不要看了这个影片就马上自己调整用药时间。正确的做法是先记下这些资讯，然后在下次回诊时和您的医师讨论，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些人可能同时服用好几种降压药，有些人可能孩子有其他疾病需要考虑，所以一定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调整用药时间。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一个重要的原则：改变用药时间后，一定要持续监测血压，最好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都量一次血压，连续记录至少2个星期，这样您就能清楚地看到用药时间调整后的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理想，也能及时发现并与医师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记得，降压药的目的不只是降低血压数字而已，更重要的是保护您的心脏、大脑、肾脏等重要器官，预防中风、心肌梗塞等严重并发症。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选对药物，更要用对时间。在了解了正确的服药时间之后，接下来我要告诉您3个服用降压药时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错误。这些错误看起来很小，但长期累积下来，可能会严重影响您的健康。即使您已经知道了正确的服药时间，但如果犯了以下这3个错误，药效钱是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带来危险。错误1：用太少的水吃药。很多人吃药时只喝1小口水，甚至有些人直接把药丸吞下去，完全不喝水，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降压药片需要至少150毫升的水，大约是一个普通水杯2/3的量，才能顺利通过食道进入胃部。如果水喝得太少，药片可能会卡在食道上，不但影响吸收，还可能刺激食道黏膜，长期下来可能造成食道发炎或溃疡。想象一下，如果药片卡在半路上，就像一辆或车卡在隧道里，后面的车都过不去，或物也送不到目的地。所以请记得，吃药时一定要喝足够的水。错误2：吃某些特定食物。有3种食物是服用降压药时的大忌：葡萄柚、甘草和高钾食物。葡萄柚会影响肝脏代谢药物的酶，导致药物浓度过高，可能引起血压过低、头晕等副作用。甘草含有会升高血压的成分，会抵消降压药的效果。而如果您服用的是普利类或沙坦类药物，还要特别注意避免同时摄取过多高钾食物，比如香蕉、奇异果、菠菜等，因为这类药物会减少钾的排泄。如果再吃太多高钾食物，可能导致高血钾，引起心律不整。错误3：自己调整剂量或时间，这是最危险的错误。有些人觉得血压降下来了，就自己减药，或者觉得血压还是有点高，就自己加药。还有人今天忘了吃，明天就吃双倍的量，想要补回来。这些做法都非常危险。降压药不是消炎药。
不是吃几天就能停的。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控制。即使您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那也是因为药物在发挥作用，不是因为您的高血压好了。如果自己停药，血压很快就会再次升高，而且可能会比之前更高。这种血压的剧烈波动对血管的伤害比持续性的高血压还要大。打个比方，这就像喝水量太少，药海卡在食道上，根本没有到达该去的地方。降压药需要稳定的维持在体内一定的浓度，才能持续发挥保护血管的作用。如果自己乱掉，就会打乱这个平衡。所以我要再次强调，任何用药上的调整，包括剂量、时间，甚至是换药，都必须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自作主张，也不要听信亲朋好友的建议就随便改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您。如果您在服药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或者对用药有任何疑问，一定要主动询问医师或药师，不要自己乱猜乱试，您的健康太珍贵了，不值得拿来冒险。现在我要教您一个黄金4步骤，帮助您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服药时间。这套方法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也是目前医学界推荐的最科学的做法。第一步，连续测量血压7天，在还没有调整用药时间之前，先花7天的时间，每天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前各量一次血压，把数值记录下来，这样您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血压模式是什么样子，是早上高还是晚上高，波动幅度有多大。如果条件允许，中午也可以再量一次，这样资料会更完整。第二步，带住记录去看医师，把这7天的血压记录带到诊间，让医师看，不要只是口头说我的血压有点高，要有具体的数字和时间，这些资料对医师来说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医师更准确地判断您的血压形态，从而给出最适合的用药建议。第三步，和医师一起制定个人化方案，根据您的血压记录、您正在服用的药物种类、您的生活作息和其他健康状况，医师会为您量身定做一个服药时间表。这就像定做衣服一样，不是别人送来的现成品，而是专门为您设计的。比如说，如果您的血压主要是早上高，医师可能会建议您把普利类或沙坦类药物改到睡前吃。如果您同时还在服用利尿剂，就会建议您早上吃，避免夜间频尿。第四步，调整后持续追踪2到4周，改变用药时间后，不要以为就万事大吉了。您需要继续每天量血压，持续记录至少2个星期，最好是4个星期，观察血压的变化，看看新的用药时间是不是真的有效，有没有出现血压过低或其他不舒服的情况。如果2个星期后血压明显改善，那就表示这个用药时间适合您，可以继续维持。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出现了新的问题，就需要回诊和医师讨论，看是不是需要再调整。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家人的角色。在台湾的文化中，我们很重视家庭的支持和照顾。如果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或者您年纪比较大，
记忆力不太好，那么家人的协助就非常重要，可以请家人帮忙提醒您吃药，帮忙记录血压数值，甚至陪您一起去看医师。很多时候，病人自己说的和实际情况可能有出入，有家人在旁边可以提供更客观的资讯，帮助医师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而且家人的支持和鼓励，对于长期服药的坚持也很重要。最后我要说，您的家人可能也正在吃错时间，看完这个影片后，不妨跟家人分享这些知识，互相提醒，互相监督，一起把血压控制好。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全家人的事。好的，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内容，现在让我为您总结3个最重要的重点。第一，早上空腹吃降压药通常是错误的，这个习惯可能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现在您知道了，它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药物的吸收、代谢和效果都会受到服药时间的影响，选错时间就等于浪费了药效，甚至可能让血压控制更差。第二，血压有2个危险的高峰期，一个是凌晨4点到早上10点，另一个是下午4点到晚上8点。这2个时段是发生中风和心肌梗塞风险最高的时候。如果能够配合这2个高峰期来安排用药时间，就能大幅降低心血管意外的风险。第三，每一类降压药都有它最适合的服用时间。普利类和沙坦类最好睡前吃，地平类最好早餐后吃，贝塔受体阻滞剂最好睡前吃，利尿剂最好早上吃。记住这个原则，您的血压控制就能事半功倍。我要再次强调，不要让错误的习惯害了您。高血压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控制不好导致的并发症，而控制好血压，除了选对药，更要用对时间。作为一位行医超过30年的医师，我看过太多因为用药不当而付出惨痛代价的病人，但我也看到，当病人愿意学习、愿意改变、愿意配合医嘱时，健康状况可以有多大的改善。您今天花时间看完这个影片，就已经踏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知识就是力量。当您了解了正确的用药方式，您就掌握了守护自己健康的钥匙。但光是知道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行动。我希望您看完这个影片后，能够做到以下几件事。首先，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帮助，请按下喜欢按钮，让更多人也能看到这些重要的资讯。其次，请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特别是那些也在服用降压药的人，也许您的一次分享就能救一个人的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请记得下次回诊时和您的医师讨论用药时间的问题，带住您的血压记录，和医师一起找出最适合您的服药方案。但是，请千万记得，千万不要自行停药或换药，任何用药上的调整都必须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您的健康很珍贵，请珍惜它，也请用正确的方式来守护它。谢谢您的收看，祝您健康平安。